这个化妆间里面能偶遇谁？好，我们看到好像是咱们都特别熟悉的这个越剧的演员。哎，你好，你好，丽君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一次哈，这个现在准备的怎么样？正在穿服装，正在紧锣密鼓的准备中。那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下，这次准备的是什么样的一个节目？大家看我这个装扮啊，看穿了一半，应该能猜出来，很喜庆，留给一个悬念。一个悬念哈，是不是一个比较传统的这样的剧目？对，但是呢，这个呈现方式还是非常有新意的。那现在像这样子的一些这个比较传统的这样的剧目啊，那您是觉得为什么它能够这个有很多年轻人来喜欢呢？因为本身就很有魅力。那作为我们来讲的话，怎么样做好这种守正创新，或者说您作为这个青年演员啊，我们比如说在线上或者线下，还要继续做什么样的一些工作？就是像我们戏曲本身就是非常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青年演员的话，我觉得就是要用更多的方式和方法把它带到更多的舞台去呈现给更多的观众、更多的年轻人，才能让他们更多的发现我们这个传统文化的美。我觉得这是我们要更多的去探索的。比如说像您这个新龙门客栈，然后在和我们比较传统的这种越剧的这种感觉好像不太一样哈。然后那我们怎么样克服这样的一些困难呢？其实每个剧它的风格都不太一样的，就是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会有它的风格。就是作为演员，就是还是要从人物出发去找准它的这个基调。那这个新的一年有没有什么新的一些愿望？嗯，希望能够越走越好吧。祝大家新年快乐，团团圆圆。好，谢谢您，谢谢您，您先忙啊。我们再看看哈，哎我们看看这个丽君的搭档云霄，云霄好，哎，你好，来先给我们这个央视新闻的网友来打声招呼啊。大家好，我是浙江小白花越剧团的演员李明霄。那刚刚问了这个丽君哈，咱们今年准备的这样的一个节目大概是什么？能不能你再给我们再透露一点？其实看我们的妆造，就大家能很喜庆。对，就是大家可能熟悉我们的观众，或者应该也能猜到一半了吧。我们演的是一个新婚的一个装扮，就是我们孔雀东南飞的选段。好了，对，一定要留个悬念啊。那您是怎么看呢？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怎么样进一步的做好这样守正创新，或者说作为青年演员来讲，怎么更好的把这个戏剧推广出去呢？还是从自己做起吧。把所谓创新其实可能是很大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把这一大步把它缩成一小步再一小步，从自己开始，平时多积累多思考，然后呢多想想自己要的是什么，想想这个时代的观众可能需要的是什么。那刚刚丽君也说了，这个新的一年的一个新的愿望哈，您呢？愿望如果再把它缩小一点，我希望自己可以吃胖一点吧。是一个那今年有没有想对我们喜欢你们的观众说的？谢谢在过去的一年大家的陪伴和鼓励。你们的陪伴和鼓励是我前行路上一部分最重要的动力。我会继续坚持，也希望你们能够一直在我的身边。好的，谢谢，不打扰您哈，感谢，